蔡天鳳水屍案前家姑涉及妨礙司法公正案件待續。解釋2月22日鄺港智出門打算尋找蔡天鳳。閉路電視片段就顯示，前年2月22日，即係2023年午夜，鄺港智就帶備行裝打算離開。李瑞香呢就陪同鄺港智走向門口，曾經問及幾時報㗎？鄺港智就回答而家咯。李瑞香先後回應有冇車嚟接你啊？死啦！我好驚啊！快啲行啦！等等。李瑞香今日解釋話，蔡天鳳失蹤後，當時鄺港智打算同阿俊出去兜下揾下 Abby。李瑞香就供述得知有人報案指蔡天鳳失蹤，但係由於蔡天鳳成日都唔見幾個鐘噶啦，心想當日不過幾個鐘頭啫，咁快報警，於是當時就問及幾時報㗎？李瑞香又指司機其時已經下班，外出要電召車輛，就問到有冇車嚟接你啊？就呼籲鄺港智快啲行啦！稱為蔡天鳳失蹤一事已報警，故我未擔心，我未驚咯。至於死啦，我好驚啊！李瑞香今日解釋就話當時係擔心蔡天鳳嘅父親，因為由蔡父斥資購買嘅加多利山單位入伙嘅時候，蔡父曾經上門睇到鄺港智衣物喺房內，即刻黑面怒斥：我俾錢係買俾兩個孫住噶，做咩俾人住？後嚟蔡天鳳就安慰自己：你唔使理咁多啦，你繼續響度住就得噶啦。李瑞香另外提到，自己負責照顧個孫咁多年，同蔡天鳳向來都係只講育兒經，甚少論及金錢嘅事嘅。李瑞香又補充，又因為蔡天鳳失蹤一事已經報警，當時因此我未擔心，我未驚咯，咁話嘅。為我身有事一說解話，只見到鄺蔡攞阿俊着數。閉路電視片段顯示，李瑞香同張燕花通電話嘅時候，曾經話係我身有事啊，鳳媽，你都唔知 Alice 乜嘢事噶啦。李瑞香今次就沉默咗半晌，慢慢就講名字，因為我見到 Alex 啊、鄺港智啊、同阿 Abby 啊、蔡天鳳啊，佢兩個根本就好好，一齊去攞阿俊嘅着數，所以我覺得呢啲係我嘅醜事，所以我唔想講，唔想提啊。被追問何謂攞着數嘅時候，李瑞香就講明鄺蔡關係依舊，直至到2023年都唔知道兩個人有冇離到婚，而鄺蔡兩人帶譚方俊賭錢係有佣收嘅。譚方俊求診嘅時候，蔡天鳳就同老爺報大數攞錢。家庭開支由鄺港智向蔡天鳳索要。李瑞香另指鄺蔡兩人合資做生意，自己都幾不過問，自己每個月獲丈夫鄺球以及長子鄺港傑各提供數千元，足以過活。另外，李瑞香有需要嘅時候，會向鄺港智索取金錢支付家庭嘅開支，包括照顧孫女孫仔、興趣班、導師費等、買菜、家用司機薪金等。鄺港智會再轉告負責理財嘅蔡天鳳，然後喺李瑞香化妝台上擺低幾萬蚊。聽聞蔡天鳳為鄺港智有女伴吃醋，李瑞香交代鄺蔡譚三人關係好好，成日都見面。譚同蔡兩人不時嚟到加多利山住所探望子女。等兩個仔女入睡後，就再外出用膳。鄺港智有時同行。李瑞香又聽聞鄺港智有女伴，蔡天鳳曾經因此而呷醋，就鬧到話買咗架車女朋友坐，我都未坐過。鄺港智亦都透露過玩下有啦，有人追我添。
李瑞香指鄺港智經常去到廣州工作，只有新年先至會喺香港長期逗留。喺香港嘅時候就會居於加多利山住所。佢嘅丈夫鄺球大仔鄺港傑就原居於將軍澳尚德邨。2020年置業後就搬到去荃灣居住。鄺港智成日換電話。李瑞香指自己同蔡天鳳母親張燕花關係良好友善，蔡天鳳嘅父親就長駐海南，間中離港，而自己就曾經赴海南三亞3、4次。蔡天鳳海南家鄉祖家就去過1、2次，一般都會帶同丈夫鄺球同2個孫仔女去當地再會合。內地工作嘅鄺港智，李瑞香再指鄺港智同張燕花關係亦都好，成日一齊，感情係良好。鄺港智喺內地有時個幾2個月都唔打俾我，但係知道鄺港智有張燕花作伴就頓感安心。李瑞香就憶述鄺港智成日換電話，無論係型號或者係號碼，自然我唔係好追問呢啲嘢啊，呢啲係我嘅弱點。李瑞香另外提到譚蔡成婚之後，譚老爺俾咗層樓佢，因此曼克頓山單位係屬於蔡天鳳名下。話譚老爺又送咗幾百萬禮金俾張燕花。閉路電視片段顯示，李瑞香通話期間曾經提到有個秘密。李瑞香今次解釋就話係指鄺蔡2人之事。閉路電視片段又顯示，李瑞香曾經話：你諗下，連佢嚟我屋企，我都要叫佢去大堂傾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點解呢？我費事俾佢見到阿細佬嗰啲嘢啊嘛。李瑞香今日就話指佢意思即係指警員。李瑞香為免警員得述鄺港智喺呢度居住，並且向蔡天鳳父親披露，遂要求警員喺住所大堂會面。李瑞香被控妨礙司法公正。今年65歲嘅被告李瑞香被控於2023年2月22日至2月23日期間喺香港意圖妨害司法公正，即係妨礙以及阻撓香港警務處對鄺港智嘅調查同拘捕，及其後因該調查同拘捕而可能引起嘅法律程序。方法係催促該鄺港智離開即將被調查嘅地點，向香港警務處提供虛假或誤導嘅資料，以及建議張燕花不向香港警務處提供資料，或向香港警務處提供虛假或誤導嘅資料。案件編號 DCCC 140-2024。